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入虎口，无死也乌拗。嘛通讲入虎后，毋死也乌拗。30多年前，政府一直苛刻台商莫去长山投资，紧爱留伫福摩沙。迄久去长山真是行，政府嘛挡无路，结果才无几年，凄惨落魄，了钱了甲规裤屎的，是满市公价，公司互规碗芳起，无大紧，有才调走转来的无几个。究既然长山毋是法治的国家，去到遐随在人要抬要留，嘛无依法。30多年过啊，即句翻头转去看政府当时的政策，就了解讲迄阵翻头的首领眼界有够宽，才有法度保存台湾经济实力较占赢面。所以人讲危险的所在毋通去。迄绝对有伊的理路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